大家好，今日要介紹一隻比較特別少少啊，價錢亦都非常之優惠嘅手錶啊 Paw Pickle 啊，咁啊一個呢個牌子可能比較冷門啲啊，大家未咁熟悉啊。不過其實佢都做得幾靚嘅，一隻嘅 Paw Pickle 啊，咁就型號就係4081啦，咁就一個 Fluorescent Randy 嘅 Regulator 嚟嘅。咁其實佢就38mm錶徑啊，一個比較冷門少少嘅牌子啊，個做工都非常之唔錯，亦都係幾有特色下嘅。咁都係見到不鏽鋼啦，咁就有 regulator， 你見到就3個盤咧，咁呢個日曆嘅盤啦，就係9點位嘅，咁呢個就都係用上個色啦，咁個錶面都幾特別嘅，暗白色錶面，咁就立體嘅條字嘅，咁另外仲有呢個10分鐘、15分鐘都有啲阿拉伯數目字啊，咁個日曆啊，日曆指針日曆嘅，咁就係9點位，咁另外啊個小秒針做係呢個就6點位嘅，咁上面個盤就嗰個 hour 嘅小時嘅，因為叫你睇其實就小時一個，另外一個盤咧12點位，咁另外分鐘啊就最大呢個盤啦，就用呢支針去呢個表示嘅。38mm錶徑啊，都大隻隻啊，一個就拋光打磨嘅錶圈啦，感覺其實錶殼都做到幾唔錯下嘅。你見啲錶耳啊都係2級嘅，咁亦都做得比較長少少。所以38mm睇落都算係幾大隻嘅，咁錶殼都係拋光打磨，咁個框啊都做得好靚嘅，嘥咗啦個品牌嘥咗框，另外有啲紋啦，亦都係好優雅、好特別嘅。咁另外呢個物底設計啦，咁後面啲雕刻啊都幾唔錯啊，4081個型號啦，係啦，咁亦都係當然係瑞士手錶啊 ，Swiss made 啊。配上一個就代用嘅錶帶，咁呢個錶帶亦都新淨啊！呢個應該就深藍色啊，近黑色啦。一個就 Paw Pickle 嘅呢個 buckle 啊，個 buckle 亦都係啦。Paw Pickle PP 啦2個字啊，係啦。38mm 就可以上手俾大家睇先，都係非常之靚啊！亦都係一個黃金尺寸啦，上手都好唔錯。咁中意啲玩錶嘅朋友，呢個錶可能啱你啊！我調一調個時間先，咁當然佢冇鎖把啦，咁就拉出嚟先，咁拉到最出啦，就校個時間啦。你見呢個就分針嚟嘅，咁我擰一擰啊，呢個小時就會喐噶啦，喐啦，一路咁喐嘅。12點半、1點咁樣咯，係啦，非常之簡單都容易操作嘅。咁就佢呢個全齊嘅，難得全齊啊！咁就有將呢個維修保養啦，2017年嘅就43,000 yen 啊用咗。咁另外證書啊，證書就2010年啦，2010年買嘅。咁嗰啲 tag 啊，咁亦都有個 pin 啊，即係 push 嘅，咁就篤呢度嘅，篤呢度校個日曆嘅，係啊，都係非常之貼切啦，非常之好做得。咁另外呢個說明書啦，日文嚟嘅，咁個盒啦，綠色都好大個，係啦，咁有少少舊啦，咁其實都幾唔錯下啦，因為都10幾年嘅盒啦，係啦，咁如果中意玩錶嘅朋友，呢個錶我相信都好值得收藏啊，價錢都抵啊，1萬蚊內啊就可以買到噶啦，當然都歡迎換下錶啦。咁啊睇睇啊，一隻就都值得買嘅手錶，亦都係無論個工藝都做得幾唔錯下嘅，個設計工藝都好好嘅。咁你睇嘅係名錶 TV，記得有訂閱個頻道啦，下面留言支持俾 like，同埋分享俾朋友嘅，多謝各位。